乘着日風，離別的故事，散落途上，凝望那天花的光，原來寫下我。長夜裏看，守什麼？才值得你為曙光，為明日向往。喂，hello，黃昏發現屋啊，客觀評論。咁支持演唱會就完咗啦嚇。咁其實佢都有講就，其實呢個唔係演唱會嚟嘅，本來諗住係一個 fans meeting 嘅啫。咁結果變咗演唱會啦。咁內裏點解就遲啲可能佢會講啦，係咪？咁但係呢個演唱會咧，咁成個流程鋪排咧，同埋佢嘅呢個舞台嘅設計咧，其實都有心思嘅嚇。服裝個段落係啦，咁都係相當唔錯嘅。其實加埋支持嘅把實在係好好聽嘅聲啦嚇。佢今次咧揀嘅歌咧，我諗都係佢嘅心水歌啦，係咪？中英文都有啦。咁同埋佢嘅唱法咧，都已經好成熟啦。咁當然啦，遺憾啲就係唱即係冇乜機會，可能唱唔到佢以前嘅歌啦，係咪？咩《金馬的清高》嗰類啦嚇。咁呢個其實都當係一個同 fans 聚一聚嘅啫，就唔係咩特別真係演唱會嚟嘅。但係都唱咗26首歌，好似係咪都滿足啦啲 fans 嚇。不過即係我聽佢唱咧，其實就肯定係smooth 嘅，唱得好好啦嚇。可能比以前仲有進步啦。但係唯一就係單調啲咯嘅曲風咁當然啦，佢呢啲曲風佢手到拿來嘅不過一個演唱會即係2個幾鐘頭咧，係咯，啲段落咧，如果係有啲突破或者有啲唔同嘅節奏咧，我相信咁樣會好啲，係啦。咁期望佢將來多啲出唔同嘅曲風歌啦因為其實一個歌手咧，如果即係能夠可以 handle 唔同曲風咧，立體啲咧，咁你成個演唱會或者你成個演藝歌唱生涯嘅進程咧，都會好啲，我相信冇，因為佢得啊嘛如果佢唔得就冇得好講啦，佢淨係得一類型嘅歌。咁但係佢都唱到好多唔同類型嘅歌嘅，有時啲聲咧係要用多啲嘅如果你單純用佢一把嗰把咁嘅，當然好好聽嘅聲啦係啦，就係要用多啲唔同嘅聲嘅，我覺得尤其是佢係得係咯，咁唔好咁固步自封。當然啦，呢個演唱會都係第一步啫，我相信之後咧都會有好多唔同曲風嘅歌。咁一個演唱會可能有一啲節奏好強或者快歌勁歌甚至跳舞熱舞又或者啲咆哮嘅歇斯底里嘅歌出現係需要嘅，我覺得，因為佢得啊嘛，佢唔係唔得，係啦。所以當然啦，佢有好多歌唱唔到啦，咁佢揀啲歌就係可能自己都想唱嘅，精心挑選咁啦，係啦。但係當然啦，係一定係好聽同埋舒服嘅個演唱會一定係你會覺得係好聽舒服但係如果未來即係講未來啦真真正正踏上呢個歌星仕途嘅時候咧，要做一個天王巨星天后咁係需要多啲實踐嘅我認為唔同類型嘅歌啦，係咯，即係講軟件，佢贏啦，梗係咁硬件係需要再多啲啦，或者再苦練啦，係必定得嘅，因為佢有咁嘅資質啦，有咁嘅聲底啦，
有咁嘅能力啦。咁希望未來可以發展一啲唔同類型嘅歌啦，曲風唔同啲啦。咁成個演唱會咧立體晒，同埋佢嘅歌聲，佢自己本身作為一個歌星，一個頂級嘅歌星咧，係需要一啲變化嘅。當然佢咁後生，大把世界，我只係講出我自己一個睇法啫。咁無論如何，佢嘅聲一出就贏晒㗎啦。好似頭先咁樣，我播少少個開頭嘅序幕嘅歌，咁啲聲都好吸引啦，係咪？係好強嘅，佢呢一方面係贏嘅，真係贏嚇。咁好嘅有咁好嘅條件，咁繼續發揚光大，係啦，繼續不斷咁進步。咁廣東歌。香港樂壇都係需要你嘅，炎明熹，加油啊，努力啊！咁啱啱出嚟做咗嘅一束光，而家做咗個 fans meeting 嘅演唱會，咁開始嚟了㗎啦！希望會有新歌啦，多啲新歌啦，唔同曲風啦，好聽嘅歌啦，咁繼續發光發熱。好啦，今日同大家分享咁多，訂閱點讚，thank you。